楼果然是一个非常适合阅读的好空间，因为采光明亮，然后空气很流通。所以采光非常好。很好哦。但是我有发现啊，一般别墅的梯间呢，它的采光不是很好，但我们刚刚走上来的时候不会耶，采光还蛮明亮的耶。对，秘诀在这里。书柜的背面的背墙。对，一般背墙是用木头所做的，那这边是采用透明玻璃。哦，对啊，这样哦，仔细看，对，它是一个透的玻璃耶。让整个视线能够更远，然后让光线能够穿透过去。难怪梯间看起来是这么的明亮哦。好，那这边还是维持了设计师一贯就是黑白时尚线条的风格。这边是一个门片吗？这边是一个门片。哦，是门片哦。但是它还是一个收纳。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书柜1/3拿来做收纳了吗？对。然后这边是做书柜，对，他们书柜。把手的部分又是你很厉害的，就是异材质的混搭。对，它是用不锈钢，整支的不锈钢去做它的边，然后让它做成一个把手。对，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多余的把手在那个地方。所以线条就变得干净利落了。好，到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你已经觉得很惊艳的话，接下来这样的设计呢，保证是你没有见过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你有看过像这样子的书桌吗？好特别哦！对啊，它是用清水膜所灌制的。哦，仿清水膜的做法。对，利用灌浆去做成的。我很少看到像这样子的设计，为什么这边要做这样的书桌呢？因为最主要是整间的意象。它的个性化的意象，还有就是黑白灰的色系。对，那一般来讲，就是如果说你桌面还是用一般木头或者是用系统橱柜做法来讲，就没有这种质感，就比较没有那个特色，跳不出那个品味来。对，就那个质感就不见了。这个高度我特别量过吗？因为我刚做了一下，我觉得还蛮顺的耶。有，就是我们的书桌的高度。书桌的高度。对。OK， 这个嘞很细心。那个是那线孔。就是将来我要接电脑啦，接电脑的线孔。对。哦，像这样的书桌，我觉得容纳3到4个人都不成问题的耶。全家人都不成问题。全家人都不成问题哦，而且这样的书桌还不占空间，不会说中间摆了一张桌子。对。我想今天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对于黑白时尚的空间呢，有了另外一番的见解哦。对。那我们还是一样，就是运用素材就非常非常简单，像是水泥，像是清水膜啦，清水膜，对，然后不锈钢材质、实木的材质等等这些，把空间塑造更符合人性，更符合居住，然后更自然就对了。对，让它很自由自在居住在这里。当然，你今天也让我对于建材该用在什么地方有了另外一番就是想法。对，其实建材不见得要用到特定的地方，其实可以用点巧思，它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对呀，而且你让建材就是无拘无束，而且变得它的空间跟可以发挥的地方又更多了。对 ，OK， 今天的案子真的非常的精彩哦，当然也很期待可以赶快看到黄设计师下一个案子，好吗？谢谢你哦，谢谢。